Hello， 大家好，我現在在去深圳的路上。咁呢一期呢係會講一講我呢台車。如果係你感興趣嘅話，可以繼續聽落去，因為視頻會有啲長。但係如果係你冇興趣，你可以去睇一睇我嘅其他視頻，我相信一定會比呢個更精彩啊。那麼現在開始啊，開始之前呢，我還是想說兩點聲明啊。第一點是我現在駕駛非常安全啊，我現在開着自駕在高速上，並且我的注意力會大部分時間在前方，而且我一隻手一定始終不會離開方向盤。第二個聲明是，這絕對不是一條廣告啊，這是我作為自駕的第一批全國車主，在使用了1年半之後的一個真實感受。那麼以下觀點僅代表我個人啊，這個如果是有不同意的或者有別的聲音，也歡迎大家來評論區討論。那麼我們下面開始啊，首先我會對呢台車做一個總體嘅評價。如果係滿分100分，我會俾到90分啊，所以大家應該可以感受到我對我呢台車嘅喜愛程度啊。當時呢，我揀呢一台車作為我人生當中嘅第一台新能源車，我最重要考慮嘅就係3個因素啊。第一個是這台車的外觀，第二個是這台車的坐乘感受，就是內部空間。那麼第三個就是支架。先說說外觀，其實一開始我剛去到車店啊，我是想看 SUV 的，我是想看 M7 或者 M9， 但是當我看到這台車的時候，我就定在那裡了。為什麼呢？因為它的外觀真的非常打到我的點。那個點是什麼呢？就是它既不是很運動，又不是很商務，但是呢又不失商務和運動，就很讓我着迷，你知道嗎？就有一種西裝暴徒的那種感覺，就是我需要你斯文的時候，你可以看起來很斯文，但是我需要你給我動力，然後給我很狂野的一面的時候，它又可以一點即着，就這一點讓我非常着迷啊！所以當時我就定在那裡了，我就決定我要好好了解一下這台車。然後第二點就係佢嘅車內空間，我都去睇咗好多品牌作為對比。因為當時我嘅預算就係30零萬，咁呢，我好負責任咁樣講一句，出於我自己嘅經驗嚇，我試過咁多台同級別嘅車，呢一台車嘅車內使用空間係設計得最好最闊嘅，係冇對手嘅，我覺得。因為我揸車，我唔單止係希望自己揸得開心、揸得舒服，即係如果係有屋企人朋友坐我呢台車，佢哋一入嚟話：哇，你台車好大，入邊坐得好舒服，我聽到會好開心。所以呢個都係我考慮嘅非常重要一個因素。那第三個就是它的自駕功能啊，因為這個是我們國家最近這幾年發展的最快最好的一個行業之一，所以如果是我要選擇新能源車，我必須是要體驗一下它的智駕，對吧？所以以上3點是我當時買車考慮的最重要的因素。那麼這台車是完全滿足我這3點的所有要求，就完全打中了我的3個點，所以當時我就很快的速度決定就買下來。然後接下來我要講一講佢嘅缺點啊。第一個佢嘅缺點係乜嘢呢？就係呢個續航，即係呢台車我當時買嘅係頂配，咁呢佢標係標630嗰個公里嘅續航，但係其實我測咗無數次，喺城市道路嚟講，佢只可以跑到330到350，咁大家可以去換算一下呢個大概打幾多折啦，可能6折左右啦啊。雖然我好少出遠門，對於城市通勤嚟講，我平時揸車可能幾十公里啦，可能20-30公里就夠㗎啦，一日落嚟係完全冇呢個焦慮嘅。並且我大概一個月充4次電，一個星期可能都唔使充到1次電，但係我依然覺得呢個續航係一個好需要提高嘅問題。因為如果係你要出遠門，其實300幾公里嘅續航，對於自駕遊或者係出省啊，甚至係有時候出遠啲嘅市嚟講，都係完全唔夠。所以我係好期待換固態電池或者係固態電池出嚟嘅嗰一日。唔知佢會唔會有個方案係可以直接讓我換電池，唔使去換整車。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这辆车的这个主动刹停，真的弄得我很难受啊！因为我其实是已经开车开了，我的车龄超过12年啊，应该算是老司机了吧？对，我几乎每天开车。那么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认为很多时候我的判断会比主动刹停的判断要怎么说呢？你可以说更精准，或者说更符合当下的一个需求，因为它的逻辑是要保证你第一时间要保证你的安全。那么有这个在我开了这辆车的1年多的时间以来哈，有那么3-4次，它是在我认为完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非常用力的刹停，而且它是一瞬间给你抱死，就那种力度大到，如果不是安全带勒着我，我就感觉我要撞破这个挡风玻璃飞出去，就夸张到这种程度。就第一次的时候真的是把我吓到，而且当时我爸妈也在车上，他们在后排，当时没有系安全带，就真的是反而对车内的人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危险吧啊，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所以我后来开车我会如果在城市道路的话，因为经常会有行人或者是那些电动车辆随意横穿，那么我会不太相信他的判断，因为在我看来是没有必要去这么用力的刹停啊。那么第三个是在这辆车我刚提到的半年内，我每一次上高速它都会有一些这个传感器上的报错啊，就是完全其实没有问题，但是它就会显示一些机械故障什么之类的啊。当然这个也要表扬一下这个华为的售后，他们有很积极的帮我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依然觉得这个是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华为和奇瑞合作的这样的一台算是高端新能源车上，对吧？这些小问题我觉得不应该有啊。那么综上所述呢，这辆车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6边形战士，就对我来说，在这个价位没有对手啊，我应该是不会去考虑别的品牌啊。就是所以如果是大家未来想要去购入一台新能源的这个轿车，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智界 S7， 因为它现在已经更迭到第2代还是第3代了，肯定比我这一台的初代要好得多。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點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它的銷量一直都係咁差啊，因為佢真係一台好好嘅車。不過哎呀，呢啲嘢冇得講啦嚇，可能係佢嘅宣傳做得唔到位啊，又有可能係其他同級別嘅車，同樣嘅定位嘅車，比佢更早嘅進入呢個市場，已經霸佔咗好多嘅份額啊，都有可能啦。總之今日就係想同大家傾一傾我呢台車啊，表達一下我對我呢台車嘅喜愛，就係咁樣樣。我要繼續趕路啦，拜拜。